喂，下位，月桂姐好，我的好朋友，感谢月桂姐，鼓励到支持一嘞。唱了非常的好听，又是一条非常轻快的歌曲，非常好，嘛感谢咱的伴舞天使，我们的7朵花。 这一次只有4朵花，今嘛要进一段的广告时间，亮亮哥哥要甲咱进广告，若是你有需要，你要甲咱天亮到支持的，